台湾看世界，来看南非这个国家发生着可怕的火灾。就伫大城市约翰尼斯堡，伫当地时间8月31号半暝1点外，市中心一栋5层楼高的公寓火烧厝，共拢总有74个人死伫个火窟，其中12个是囡仔，另外阁有61个人受着伤。有媒体来报道，讲这件火警是全世界最近这几年来死亡人数上多的火灾之一。点钟的暗暝，雄雄传出着吵闹的声音，不少人冲出去熄歌，附近也看会到真旺的大火。南非的大城市约翰尼斯堡，当地时间31号半暝1点过，市中心一栋5层楼高的公寓雄雄发生着火灾，规栋建筑却予大火冚过。有媒体讲，位真远的所在，就会当听到有人喊救人的声音。消防甲医疗人员是赶紧出动，赶到现场拍火救人。一暝时间，这场大火就造成超过100人的伤亡。天光了后，会当清楚看到大火虽然已经互拍花，不过大火公寓犹原是一直清烟。在边看到家己的厝已经被毁掉，拢硬去啊。And also my thing, I didn't any things I didn't bring from inside because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to protect my life, you know. And my sister, she lived with the what small daughter, and my in-law, she just hit the window and to throw the daughter outside. The people they just take the daughter. 根据南非紧急相关的部门指出，目前确诊死者包括着真济儿童，其中一个敢若一岁尔。那受伤的民众已经送往病院接受治疗，搜救嘛也搁咧继续。I do hope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fire will enable communities and authorities to prevent a repeat of such a tragedy. 另外，南非的当局表示，导火建筑并不是合法的主体，公寓内底是分国内的家境，住伫内底人大部分拢是无厝的非法住户，估计可能超过200人住伫内底。目前火灾现场犹原有真济叶片需要清除，那导火原因，南非的当局也搁咧进行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